来看屏东市的复兴公园甲万年公园，最近呢有民众发现讲，这公园内底鸭甲鹅啊，这数量是愈来愈侪啊，而且步道呢有几啊笪拢是鸭的屎，甚至阁有人固定咧甲饲菜叶啊，或者公园的环境是愈来愈抬高。即马县政府是决定，伫7月初10以后，无人卖即个鸭甲鹅啊，就会全部送人饲，要来控制数量。 一外过着日热欢迎，有的是伫水池边咧散步，水池边的草地全拢是鸭鹅，真有自然生态风景的感觉。不过最近就有民众通报，讲屏东市的复兴公园甲万年公园，因为有人固定咧饲鸭鹅，甲各类菜叶乌白等伫涂骹。 鸭鹅的数量伤济，拢四界放屎，互公园的环境愈来愈垃圾，影响到其他民众使用的权利。但是我毋捌看过因掠转去落啦，就拢逐工就拢有人来饲啊。你敢有感觉安尼愈来愈济安尼？对啊，本来就愈来愈济啊。关键是盖好啦，毋过你要叫这自然生态，对不对？你也饲甲这几只咧吼。 民众看法无相同，复兴公园甲万年公园大约是伫3年前重新启用，当时为着要互公园成做一个生态循环，才放养一寡野生鸭鹅。这几年，煞有民众开始放凊饭、菜叶啊，互鸭鹅食，甚至是厝内无位通好饲，就甲动物放伫公园饲，造成公园的鸭鹅一直生碳，落尾数量无法度控制。统计起来应该是150到160只之间呐。那原本的话，就我们在从其他单位接手过来的时候，应该是至少不到100，甚至可能低于50只。所以目前乍听之下，应该是多了2到3倍。呼吁各位县民朋友共同来维护我们好的公园品质啊，不要以身试法。 县府公务处表示，这鸭仔、土鹅有超过一半是民众放生的，这几年开始影响到公园的环境。县府20伫公园内电火条已经打出公告，若是有人放养，就赶紧掠转去。7月初10以后，就会开始掠来减量。记者柯永哲，屏东报道。